咱今麦就赶紧来听颜清标详细的讲法。100年的绕境进香活动吼，因为去年的这个武汉疫情流感，甲咱这个疫情的蔓延，各界出现了无同款的声音。近日有密切注意这疫情的发展吼。咱大甲妈绕境的文化是100年传统的活动，背后有相关的单位包括乡头啦、沿路的公庙啦、团队啦、工作人员非常的多，总是爱全盘来沟通以后，才会使做决定，代表对大家的尊重啦在这个情谊公卫团体、医师学者这个拜访沿途的这个公庙、县市政府，寻求各单位的建议，有赞成的嘛有担忧的，在此嘛一并这个感谢大家的协助。大家镇南乡全体党干事呢前3暝为这个记者会了，阮就落南部彰化、云林、嘉义所以回来就决议讲尊重这个专业。今年大甲妈的这个绕境延期来这个举办嘛全力来支持政府的这个防疫工作啦我想这个比如讲阮的头乡、二乡、三乡、赞乡这个大家拢筹备遐久拢几个月就咧传手机队也好因开的钱拢是因家己出的，所以讲阮党干事嘛是爱甲因沟通，毋是讲阮党干事讲好就好当然讲这个决定，阮昨暝开会，大家就拢同意所以早起才请大家过来庙的来对我做这个说明所以讲呢，当然真侪亲像涨落去嘛，真期待讲咱大家嘛爱搁去的。嘛有一段安尼足心酸的迄阿婆讲叫无人，佫叫无人炒饭嘛爱炒目屎才流来，所以因目屎流来，咱目眶嘛红起来。所以讲足感动的人真多啦。以为讲我做红区做几十年咧等恁来，以为做包仔果自少年做到80几岁所以讲真多爱咱去的嘛会体会到讲咱爱去沟通讲政府的政策这个防疫工作，咱爱全力来配合。咱自头到尾嘛无讲这个一意孤行，就是讲听政府咱这是这个通盘检讨好伊这是全力来支持。所以讲呢，我这爱过去甲这个所有的团队、所有的公庙沟通呢，拄则恁也无来，我嘛伫楼顶，这逐间庙咱伫遐甲咱传遐侪物件，互人这主委拢爱一个一个沟通。等下我嘛爱搁沟通呢，不是。讲记者会开完就算啦，后壁爱会的代志真多，包括这乡头，甲咱所有的团队，一年拢咧为着大甲妈的绕境活动，甚至讲因头路做诚大的，拢倒来咧斗相共，所以讲这毋是英国开钱就当解决的代志，爱有人情味，所以讲呢伫遮咧甲大家报告，我想。咱最后啦再一次感谢着咱所有对着大甲妈的这个信徒支持的妈祖也庇佑着大家身体健康，感谢大家，谢谢。田总，请问3000万还会捐吗？3000万还会捐吗？捐啊，怎么没捐？昨天我就会去啦，怎么不会捐？我想我的做人一向讲话就算话了，怎么会没有捐？当就回去对唔？我做合作咧开玩笑咁样，凊彩讲讲的，请教，咱即摆要决定延期敢有都甲现场讲，咱头都会伫什么时阵来办？即摆甲这个疫情先扑灭了，咱才来做决定，好无？这句讲啥拢唔是啦，安全上重要，全力来配合政府，好无？那会到小中央压力嘛？无啦，哪有啥物压力？无啥物压力啦，到这时阵都大家这个安全上重要啦。妈祖是慈悲的，是要救人的啦，好无？就甲拍、甲拜拜、甲讲啦，这个也要叫阮跋杯，迄个也要跋杯，若佫跋落要去要安怎？对唔？所以讲有上香甲禀报好无？谢谢。有包括讲
来自各方面大家咧关心。当然嘛有他拄嘛有医生拍电话话支持啊，无遐严重，但是咱都尊重政府，全力配合政府，互咧人民安心。妈祖是慈悲的，是要救人的。实在讲起来你讲所有责任叫我挑一个来担，我若担法，我来担嘛袂要紧。但是这是这时阵防疫工作我也袂晓的我也无读什么册我嘛毋是读医的。你若讲落井，阮这几十年来都有经验，阮嘛毋敢讲专家。所以讲呢这个代志拢是往好的方向去想啦。所以我即句袂当甲你讲，当时要去这疫情了，咱才来大家当干时才过来开会。尊重，咱这阮的团队拢爱去沟通的啦，这乡头嘛爱去沟通啊。延期。我在遮嘛，呼吁咱台湾妈祖联谊会所有大家做伙来做这个工作即马政府这个这是上辛苦的这医护人员大家啦若会使讲出恁各宗庙的这个恁会使讲甲政府斗支持这是阮就是甲即回不管都无去我嘛是共款教会所以讲你不要质疑啦，我们讲的就算话公庙大家来共襄盛举啦这个不能勉强大家谢谢做好全力的防疫上重要啦，好不好？有迄咱沿途的公庙敢无人反对？是有人讲都即回安尼伊无直接甲你反对讲这疫情原来爱食注意啦阮讲会啦这是拢计尊重这专家学者尊重讲各方面医生嘛有人反对嘛有人赞成的对不对？咱人若讲大家拢计遐好配合，阮囝我叫好读册，就毋去读册对不对？所以而且有啥物代志阮一定对外说明，好不？谢谢。安怎来说服这一些公庙说我们一起来延期，然后一起支持这个政府的防疫呢？因为大家变动太侪，就你安怎去统一？就去先听伊妈妈再来讲大家拢几10年的感情好不？这人情味啦。你想诚心来感动他们吗？无办法，无敢因会使你骂我倒伊骂，安尼敢有法度人解决代志谢谢大家了通电话是情谊啦，情谊啦。通过电话他有打电话给我，我是情谊所以情谊他防疫专家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秘密啦谢谢大家。他说我们都两方面来努力大家一起防疫专家我唔是绕境专家，是有迄个经验尔所以讲这是拢是这也唔先秘密啦，好不好？谢谢。那有陈时中的电话了，他就让你有一些那个想法，再去跟公庙沟通。没有啦，我们昨天早上就出门了。我们记者会昨天早上开完了，我们就直奔彰化、云林、嘉义了。那有啥物通电话嘛？昨下晡3点外的代志，好不好？谢谢大家了谢谢